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10月20號星期一夜晚11點15分嘅颱風速報，現時時間係夜晚11點06分，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。受到風神第日嘅外圍雨帶正喺度影響緊廣東沿岸，在風神及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下，本港今晚及明日會普遍吹強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風神會喺今晚至聽朝早最接近本港，預料會喺香港以南約400公里外掠過，除非風神採取顯著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移動，或者稍為增強，否則發出8號信號嘅機會較低。3號強風信號會至少維持到聽日嘅下午6點。受風神嘅外圍雨帶影響，本港聽日雨勢有時較為頻密，天氣較為轉涼，市區氣温會逐漸下降到11到19度左右，新界會再低2-3度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天雲大潮、東北季候風及風神嘅共同影響下，未來數天本港沿岸水位普遍會較正常高於0.5至1米，在晚上漲潮時，部分沿岸地區可能會出現低洼地區及出現水浸，而維多利亞港的水位會上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以上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嘢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嚟睇個風暴路徑啦。現時夜晚11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應該喺未來數小時後最接近本港。我哋而家嚟睇個路徑概率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咁我哋呢隻颱風速報就到度啦。咁我哋咧就聽朝早6點半嘅颱風速報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